锣鼓声响，弄市粉头粉面，气氛肯定闹热起来。不过详细看啊，面前带点手扶柜面盒，手拿白酒山的台面呢，动作有时的恶，有时的等一下。顺行的4时，虽然走点笨蛋的路线，敌人前呢越来越易，生意上听唔到。一道动作，叫人去學幾下嘢，要按樣嘅成果，其實一無簡單。講學呀，幾久啊3年。3年呢哈？你知道青南呢係嘛嘅？这个还好，找不。是啊。那你怎麼學聽那一個鼓聲？因为他跳打鼓还好啊。因为他们那个学习程度比較低啦，所以說比較困難的地方。學習能力較大，係一群4年嘅特點。所以呢4年呢，從4歲到6、70歲都有。所以講係羅中強小時代同學。大部分都是心智障碍的，然後伴隨其他障礙類別，還有就是自閉症、過動兒，還有就是失智症跟唐氏症。他們最大的特質就是說，他們學習比較緩慢。這樣螺旋為圓形。今年25歲嘅阿陽係中途智能障礙者，2年前要彰化轉介到新苗發展中心，因為對雪棒有興趣，故所參加公開考察。講到自家做嘅雪棒，阿陽就像太師傅一樣嘅。會做吐司。那你現在要做什麼？要做這是紅豆。紅豆啊，紅豆麵包啊。紅豆。這是做來都是你們自己吃呢，還是？有學生吃。學生吃啊？那你現在做了有拿去賣嗎？有啊。有啊。那大家都覺得好吃。是你做的比較用心，還是？我們做的比較用心。無論係眼神也係欣賞，從訓練到實際做，整件都當用心。對待智能障礙學生嘅，只要比一般人更加多嘅耐心和毅力。像我哋學生那一邊搞過一邊，一邊搞過一邊，要重重複複按你這樣有辦法去，你這樣有辦法接受啦，就錯嘅。除咗愛唔驚麻煩，更加重要嘅係要隨時注意眼神嘅心理感受。那很漂亮。一直很難會哦，你說很強哦，嘿，佢就有心情，太有心情去同案的東西。牙嘅熟多了，看到牙嘅很有皮嘛，好，大家你自己削，很棒。隨時本期學內以外，先生帶領學生嘅動作，把一條動作變作佢自家本能，甚至變作一個怎樣嘅技能。告訴我，沿着鍋邊下比較不會怎麼樣。對，比較不會被熱油燙到，非常好。只要經過長期嘅訓練，一做就變到更簡單。像全中心8個人3個課室，一下都有中傳班，太快8個眼神負責。不過因為做下都要多嘅，所以有一條很危險嘅東西。先生再時時提醒，注意眼神的安全。平常時我就帶一個中藥不通加油嘛，我就只會啲順風，只會隨時提醒佢，一個見到當地下麼？頭綁住咪，綁。阿伯，叫。將浴灘清潔工作室。做啲浴灘技術學院嘅學生期，變數將近9年研究。雖然8個眼神，但專業總業績賺26000元，實做嚟本家條蠻適合中意嘅東西。你用錢攞買乜嘅東西？買東西啊，買化妝品啊。化妝品啊，或者適合買，適合穿啊，適合買啦。係啊。好。咁買東西可唔可以當香哦？
比较能够成功的就是团队式的因为团队是有老师随时的支持他们，协助他们，随时有工作困难跟他们解决。那公司行号他也不用再担忧这一块。好嘞，晚点好嘢，晚点。我最重要嘅就他爸会口语上、口语上会严格，会遇到一系列事情的话，佢就会呢，可以辅导佢啦。不过一原则上嗬，佢就会公正能力上，人家都嚟讲，限你有限。秀玉夹青菜，夹青菜，抢菜咩夹？另外，夹到识得抢菜。撒喺另外一批同學，呢離中心大概500公尺挪擺嘅農場度生產呢。这稍挖一个洞种下去，你好。將近2公頃嘅農地，種成當季嘅長菜，特區就寫得名嘅，表示係名人負責種嘅管理嘅。今比前位都啲先生嘅指頭盒，種長洲苗。一天都要帶點做啦，帶點做就搞佢都曉得啦。係人講我嫌佢講出家有嘛？唔講嫌佢講出家曉，去潛水做佢係唔曉得。雖然遇到問題唔係適合解決，不過認真嘅態度，61歲前位一起來就唔會很甜，甚至當接建造業建創成果，世界快樂，日本人快樂。面帶頭髮了，無奈又好了。平常時唱下就按做些做啊，都會去了，含食茶咩，什麼食點心嘛，含到位都會嫌佢個唱下山歌啊，來彈嘅，佢都當聽，係佢都會唱，係啊，當口唱山歌，係佢當口唱山歌，夾把搞佢嘅。還佢有看詩看無，但是佢唱又當會唱。你搞唔唱山歌嘅咋？那八咩？你總共聽得唱一道跳舞嘅呢？對啊。山歌啊？八個跳。八個跳啊！農場生產嘅長菜，除喺工業中心，也會拿來賣。將佢50歲嘅阿嬸做喺中心福利產業管理業，當日固定時間，佢就會開門嚟做生意。好啦，要做。粉菜要多少錢？啊？包子雞。10塊啊。10塊。對啊。還有什麼肉？有是啊，我記得我前陣買20塊，買3 kg，買50塊啊，像邊啊啲啊啲30塊啊，對了。啊啲20塊啊，這20塊啊。它不會算數，後來就是慢慢我們有設計很多的一些教學的方案，然後它慢慢衍生出來，讓它現在就是以政治符號去記算書，但它的量這樣子。從曉得算式到做得做生意，甚至一下就嚟用真實來登記賣嘅數量，所以限咗唔得登記完全。沙本阿嬸還可以有自信心面對聘人。慢慢的這樣跟他接觸之後，慢慢的他就能夠比較會有自信心的跟人家問說，哎，你要買什麼東西，然後你需要些什麼東西，這樣子。像阿嬸也係前位，對中心度少數限啲做些老人家，啲中心度做超過45歲，差唔多都退休嘅。尤其是心智障礙的孩子，他那個身體機能的因素哈，骨數期會比一般人老化的還要快，佢骨數期可能45歲以上就差唔多，同一般的老人家嚟講就差唔多超過，就像你呢65歲以上的老人家。平常上课的话，就感觉只会做较娱乐方面，卡拉 OK 啊，要跳舞啊，彈音樂啊，這樣別的我會較快樂啲嘅。因為心智障礙者，但是有成長語言障礙也得，不少一群成年人，無論年紀大細，都固定要進行數腳平衡感，也得唔一樣嘅復健。把手抓好。看這裡，看前面紅燈。看這裡。從特特，當然都啲練就技巧，行氣分組。不過因為今日嘅人哋協議，本期冇辦法專心，復健時就只好拿點高嘅東西，
表你面前有上期的注意，本日坚持下去。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。好。我们会把它视为说啊，他可能就需要比较多的照顾，那可能就是会叫他说不要乱动，或是不要乱跑。但是对他们来讲，如果长期下来讲，他体力上或者是在关节活动上，其实都会退化，而且退化速度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快。除了生理上的照顾，因为衍生诞生心智年龄和无多14变的，心理上需要花很多心力来注意。可能是长期留在家里面，缺乏跟人比较正向的互动，所以他们可能都是直接用敲头、撞墙或者是咬手，那一些比较不健康，然后比较会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去做情绪上的表达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通过物谈里面，我们比较能够去了解他为什么会透过这一些去表达他的情绪反应。对，要保护他安全哦，你要保护他安全哦。对，行哦。好，开门啊。对。无天早是因为一条新人的，唔晓得样板表达自家的情感，一般人但是容易误解佢条。故说按多年来，沙奇基础点变做佢条嘅新嘅计划，离开中心的是中式管理，当日按部转到沙奇带。四只眼神留一个形象，都组成了一个沙出点的家庭。然后一般家庭同样，任何嘅神法的事情都系自家来，最后要本家条习惯，自家同事做。主要是要搞到神法上的成长技能啦。不过讲到他礼拜五、礼拜六做去吼，从课啊爸咩啦，这个从个比家子。前几多看咩好，后边老皮，俺每家他动好，最好吃个洗鞋，洗衫，所以家自动可以。孩子不再只是在机构里头，在这个小圈圈，虽然机构有排一些社区适应、社区的活动，可是那还是非常有限呐，那都是属于被动式的、集体式的一个活动。为了本外界行下做得了解认识嘅条。中心也将一条4年内的画嘅图、手工艺演绎一條作品，整理辦展覽。最希望外界做得行下認識嘅一條，甚至大禮拜都安排沙期實驗發通。到沙期都會雜貨店買東西，最其中最普遍的一項發通，你買買到學習上家門。老人交陪一條神法的互通，你一定要當有禮貌啦，一定要主動老人打招呼一定，唔過打招呼打到後邊會超過，然後強一起嘅，對方會變得講，一定因為係咪有問題啊？然後很多根本做事實的來講，問題都好，問題兩邊三邊的問題都，讓外面的本跟內邊人哈唔了解你。了解講，原來哈，那身心障礙的夥伴哈，佢們做的透過訓練過後哈，但是你訓練有一段時間。謝謝。老闆娘你額外可惜。點定時間數學買嘅飲料，面向看起來當滿足。多一些嘅時間，無天測一條4年嘅神法做得過到行較好，多用一些嘅心，無天測係一條做得行較認識。看起來係體驗，需要純正心靈的一群人。